2026年1月24日，常年期第2週，星期六，聖方濟各沙雷主教聖師紀念。主題：比愛情更珍貴。消息嚟得好遲，係嚟自戰場。一個陌生嘅人帶咗佢，以為呢一個係會對自己有利。撒烏耳死咗，約納堂亦都死咗。使者講述咗一個故事，但係就唔完全係真實。達味聽咗，然後撕裂咗自己嘅衣服。皇冠從未咁接近。然而達味嘅哀悼唔係因為安靜，唔係私下裏邊，佢公開哭泣，佢守齋，佢唱歌。以色列嘅未來暫停咗落嚟，讓哀傷發聲。達味佢冇因為敵人嘅倒下而歡喜，佢冇抹去撒烏耳嘅失敗。佢記得佢係君王，係戰士，係受苦者。但係當達味嘅聲音破碎嘅時候，並唔係為咗撒烏耳，而係為咗約納堂，我的兄弟。佢咁樣稱呼佢，唔係對手，唔係障礙，唔係擋住佢皇位前面嘅人，係兄弟。約納堂，嗰一位本應係會作王嘅人，嗰一位毫無苦澀咁樣退讓嘅人，嗰一位愛達味，唔係將佢當作工具，而係當佢好似自己生命一樣。佢哋嘅關係係喺危險中建立，喺隱秘中維繫，喺冇人見證下立嘅盟約，冇隨之而嚟嘅掌聲，冇獎賞嘅加冕。約納堂保護咗達味，即使呢一個係讓佢失去咗父親嘅信任、自己嘅安全，甚至係未來。最終達味獨自企喺度，一個失去咗朋友嘅君王，權力聚集咗喺佢嘅身旁，將領、士兵、謀士，但係有一樣唔能夠代替嘅東西已經唔喺度，一個將成功置於忠誠之上嘅世界，永遠無法理解點解達味喺呢一度嘅哀痛，比佢登上皇位嘅任何時刻都要深。我哋時時引用呢一首哀歌，因為佢太優美，因為佢同時令人不安，一種拒絕競爭嘅愛，一種唔需要比較嘅友誼，一種唔以佔有為目的嘅親密。呢個唔係軟弱，呢一個係罕見嘅力量。後來聖經會講，忠實嘅朋友價值無法估量，就好似救命嘅良藥，但係良藥亦都會帶嚟疼痛。佢提醒身體失去咗啲乜嘢。達味嘅哀歌冇俾出解決，佢冇迅速走向希望，佢讓缺席繼續存在。約納堂佢冇返嚟，冇替代者出現。有啲友誼係唔會再有第二次。佢哋塑造生命一次，然後留低永久嘅空缺。經文並冇要求我哋浪漫化呢一種關係。佢提出嘅係一個更安靜，但係就更嚴苛嘅問題。我哋係咪有能力去愛一個人，而唔需要超過佢？如果冇，我哋係唔係已經喺不知不覺中交換咗一啲無可取代嘅東西？